我们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无论是在线上，我们在现场，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愿主的恩典慈爱与我们同在，愿他的恩典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从头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有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来，第一节再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奉你名，我要奉你名来解救我所，我要奉你名来解救我所，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我奉你名来解决我所。主你慈爱，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感谢主的恩典，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先来读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想不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我们要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他是做新事啊，他是配得赞美，他是在旷野开道路，他在沙漠开江河，他是丰盛恩典慈爱给我们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赞美啊，来归荣耀给他。另外，我们要恳求神帮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啊，因为神是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赞美这位奇妙伟大慈爱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因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严重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来到这边来敬拜赞美你。
愿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你的宝座设立；愿我们赞美敬拜呼求的时候，你的恩典就降下。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美好的恩典、美好慈爱，也让我们在这样的十字架道路当中，能够持守不偏走不偏右。愿你的圣灵来充满在你的教会，让我们开口就是赞美你，开口就是感恩颂赞归你。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至高的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因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你从亘古直到永远，你的慈爱永不改变。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因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就是要大大张口来得着你的怜悯。愿你借着你所流的宝血，让我们在进入棕树主日受难周的时候，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所付上的代价，能够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孽。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为自己的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无间灭人的毒病。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本土的升温使人心惶惶啊，也有一些的不安。但是我们恳求神来帮助，透过刚才这一些的经文，帮助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倚靠，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呢，我们不怕黑夜的惊骇、白日的箭，或者是午间这些灭人的病毒哦。我们恳求神在我们身心灵在这几方面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急速变化的世代，我们的心灵依然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面对因为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可能是情感、婚姻或者是工作的冲击课业。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去面对、去胜过这些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的情绪。我们邀请主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就是全人的这个每一个角落来帮助我们，能够特别是求神来医治、来释放我们。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需要被祷告服侍，你也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者是坐着，你手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或者心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当你大大张口向神来祈求，主的医治、主的供应、主的能力、主的丰富充满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些午间灭人的毒害，在我们周遭成为我们的欺压，成为这些仇敌的欺压。但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惊恐害怕的世代，神，你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你为我们付上代价，除灭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切负面的情绪，影响我们亲近你的这一些的障碍。奉主的名来除去，来捆绑，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身心灵都要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谢谢你，让我们用你的名来宣告的时候，你的平安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即使是我们看到这些本土的疫情升温，这些数字一直的增加，但是过去你如何让我们面对更严峻的关关难过，你依然帮助我们关关过。谢谢主，让我们靠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靠着主你给我们保护，
让我们胜过这些惊恐、害怕、不安这一些的担忧。奉你的名来宣告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的供应必充充足足在你的儿女的身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用诗篇63篇第2节后来一起来宣告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再一次来，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弟兄姐妹，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宣告说：主啊，我要在你的殿中要怎么样？看见你的荣耀，瞻仰你的荣美，让你的荣耀与我同在，充满我。我们要为着个人的里面，弟兄姐妹，你使用这些的上帝的话语经文来做你的宣告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神的能力就要充满在你的身上用信心来宣告。我们也有这些阿嘎培的领袖小组、礼拜影音的训练协会、礼先事会门徒训练这些求主来掌权。我们也为了宣教基金大家为着这宣教在奉献，我们能够帮助偏远的地区，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委身在宣教的服事上面那透过这些的宣教基金来祝福更多愿意摆上自己或者是说在一些偏远地区资源比较缺乏的当中，我们也成为他们的祝福弟兄姐妹，有特别为邀请大家特别为今天我们已经看到1楼有封起来开始要做一些整修。我们求主来帮助，让我们在虽然短暂的1-2个月，大概2个月的不便但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共体时间，我们就是迎接美好的未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守望，让神的平安、神的恩典，让进到教会的人，他们能够遇见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你的口来呼求神：主啊，我要见到你的能力，我要看见你的荣美，我要瞻仰你的容面。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主日，我们与你相遇，在灵里面我们要相遇，在身体上面我们要经历你丰盛的供应，你的能力充充足足的在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我们宣告，在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因为透过你，使你的儿女能够得着，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哈利路亚！主，你的能力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你的圣灵就大大充满恩膏你的儿女让他们口说预言、口说方言，也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的父，你是掌管一切资源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遇见你、敬拜你的时候，你所赐的一切万有这些资源，都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儿女来效力。主，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来瞻仰你的荣美，领受你的大能，让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所释放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的宝座施恩设立在这里，让我们在赞美敬拜当中瞻仰你的荣美，享受你同在所带来的能力。祷告要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也要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一起来拍手。全心的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过的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都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把泪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在从头来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真的果子。在你里面已无过的喜乐美语，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都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把泪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地欢呼声永不息。一人同理，一人帮你欢呼声永不息。再次一人同理，一人帮你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我们将所有赞美献给这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要时常仰望神，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忧虑交托给这位神。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再一次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
望主的神，仰望他，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仰望他，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仰望他，仰望他，是的，主要来仰望你，我就得力量。只要仰望他，我们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胆，再次重新得力。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应当仰望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要随时仰望你，要将我们的难处交托给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仰望你，我们就必刚强壮胆，重新得力。十字架是得救的记号，也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救恩。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在主里永远有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
赞美。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我们见。请弟兄来赞美。主耶稣，我感谢你，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我们一起来赞美。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对，我们宝贵十架。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阿嘎培的爱，完全牺牲的爱，为我们来付上代价，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在我们最无助软弱的时候，你来了，要叫我们生命得盼望，得丰富，得喜悦。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受难周纪念你那么永恒无止息的恩典跟慈爱。谢谢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来到你生的宝座面前，因着你的慈爱比我们生命更好，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世上的劳苦重担。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安息里面。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是你喜悦，是你悦纳，也透过你从宝座赐下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认识到你是那超越任何的事物，能够拣选拯救我们的那位神，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恩典跟能力。感谢赞美主，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有平安吗？我们看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一直在增加，我们人数也会减少，你知道吗？会从实体的，然后进入到空中，进入到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打这些疫苗，其实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抗体。那
最重要是我们的内心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总会所定大众传播奉献主日啊，就让我们兄姐来关心代祷奉献。今天开始是棕树主日，还记得吗？耶稣那骑驴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大家拿棕树枝，然后铺着他们衣服，让耶稣骑驴，然后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大家呼喊说什么？奉主名何山呐，何山呐！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哈。但是没有多久，就是在呼喊说什么？因他在十字架，人的情绪变化很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靠主，能够调整我们的身心灵。那我们有相关的这一些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后面也有。禁食的祷告表，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的时间，透过禁食祷告来经历神的同在、耶稣的医治，或者是耶稣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礼拜五这礼拜五晚上7点半，我们北一区受难日的圣餐礼拜会在桃园教会举行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加一起来纪念耶稣的受难。那近日的疫情，本土疫情有这样的升温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呀。那你有打疫苗，其实就比较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一些比较轻症。那我今天看了报道说，哇，那个打高端的比其他的那个被感染的还要低，这样所以过去有好多这些的疑虑那感谢主，我们要透过这些的规定我们一起来遵守让我们能够更健康。我们4月11号开始会有进行1楼还有2楼外面一些拆除的工程，所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1楼是管制的。如果你在会后有需要交易的，请就上到4楼4楼，因为1楼就没有办法来做一些的等待跟交易请我们弟兄姐妹来配合我们一些动线特别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周报柜啦，或者是奉献袋的柜子有变动那我们常都会比较习惯在一些的事物上面一变动我们就可能需要调整需要调整，所以我们一起来配合那5月1号我们要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如果要受洗报名，我们到下个礼拜4月17号前向牧师或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4月10号到16号是受难节期受难周。那我们一同在禁食祷告当中，为了2022年的门徒列车、领袖列车能够点燃同工传福音的热情。第二个，我们在禁食祷告，为了自己你有一些事情，你特别是重大的或决定的事情，你可以在这当中来祷告。也求圣灵来大大浇灌我们，藉由祷告读上帝的话让你的生命被更新，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那欢迎我们在外面的墙上可以一起来禁食祷告。第10组的黄明文执事他在南科有一个绿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南科厂那要上2礼拜这个礼拜4牧师会有跟一些同工下去主持这样的上2礼拜凡事我们就献上感恩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祝福了因为这个工程都是可能3、4亿的工程以上那感谢主因为我们同工服事敬畏上帝，上帝就开阔他的境界
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经历哦。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哦。金句在士师记11章的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耶和华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士师记11章第9节，再一次，耶和华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士师记11章第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不用勉强。但如果你知道奉献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大大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一起唱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到你圣殿敬拜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更有心依靠你，更有信心依靠你。面对疫情，还有一些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有正面的思想。我们呢，献上时间、金钱，做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你用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要够用，你就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应许。我们要读士师记11章。我们最近就在看士师记士师记其实士师是作为一个审判神透过士师在判断你我当中跟他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士师记11章1到11节。那我鼓励大家就是把它看完因为我们在看耶和华他的这些的事是连续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读这一段的经文。11章的第1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来，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英雄的战士，
他母亲是妓女，他父亲基列，跟妻子生了其他的儿子。这些儿子长大以后，把耶弗他赶出家门。他们对他说：“你不能继承我们父亲的家业，因为你是妓女生的。”于是耶弗他逃离他的兄弟，住在陀伯。他在那里招引了一批无赖，他们都跟随他。过了一些日子，亚门人跟以色列作战。战争一发激烈的长老就到陀伯邀请耶弗他回来。他们对他说：“请你做我们的统帅，领我们跟亚门人作战。”耶弗他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把我赶出我父亲的家吗？现在你们遭难，找我干什么？”激烈的长老们对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回来找你，要你领我们跟亚门人作战，做所有基列居民的领袖。”耶弗他说：“你们要我回去跟亚门人作战，如果上主使我打胜仗，我就做你们的领袖。”他们说：“我们同意，一定服从你的命令。上主为我们作证。”于是耶弗他跟基列的长老们回去，民众就立他做他们的领袖和统帅。耶弗他在米斯巴把自己的话陈明在上主面前。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面对我们的出生、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不都是一帆风顺、尽都顺利的哦。那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些的事实哦，其实看到后面是怎样，每况怎样，就是一直我们看到过来会看到参孙哇，一个不如一个但是为什么神还使用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透过这些经文，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上帝你在想什么，上帝你怎么也会使用我这种人？上帝你怎样怎样？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透过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对你认识太少。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属性，认识到你的恩典，认识到你是超越人的思想，来拣选人，成就了你拯救之功。愿你透过我们所看见的，你的圣灵来开我们心窍，明白，叫你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昨天是今年以来疫情本土最高的嘛，对不对？但是还记得去年有没有比昨天的还高？有，比较多嘛，对不对？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怎样？那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些数字，哎呀，我们都一直在等待，对不对？就好像又回到有一段比较安舒的日子之后我们又回到哇，过去那个比较紧张，还要盯着2点到了。我记得在前年或是去年大家就开始，因为疫情一爆发，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2点一到，我们就开始在等待，你知道吗？等待什么？等待陈时中出来报告，今天是几例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的数字会影响到你我的心情吗？对不对？如果说是零确诊，哇，我们心情就蛮舒畅，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些数字一直在增加的时候，你看我看今天华语礼拜就少了好多，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线上？我不晓得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确实会在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哦。那在2019大概11、12月开始哦，那2020我们面对了一个惊恐害怕的一年开始哦，一直到现在，我们好像是比较习惯了哦，比较能够适应了哦。那刚开始口罩戴不住，现在我们看我们的功夫越来越厉害啊。还有从一个买不到口罩，现在哦各式各样的3D、4D 哦，然后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哦，你会去用这些口罩来调整什么？你的心情，你知道吗？哦，我们会透过这些然后调试哦，但是不是全部人都可以这样，你知道？2020年世界全部的这些的灾难一引起哦，不只是台湾哦，全世界的这些各地的角落，随之而来的影响到经济。影响到人际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哦，那这个也会因为经济带来的重创或者是影响，就影响到家庭这些的关系哦。那我们看到2021年的3月哦，领取失业给付的人数高达3.7万，就是37000多人哦。那大概这个失业率年增率大概在13.3%，你知道吗？在那个时期哦，同一个月里面，社会就连续有这个3起的随机杀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的事件，就引起了社会的恐慌。那我们在想说，到底这个是疫情带来，或者是失业带来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另外的原因来影响到人内在的心情，那种情绪不稳定。那记得有一个房仲一个房仲他就是随机，刚开始报道就随机，然后杀了一个开计程车的杀了几刀，18刀那后来调查就是他为了他的一个女同事出头因为这个男的就是婚外情，然后又跟这个女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又好像不负责任所以他刚开始电视报道的时候，还因为这个疫情工作失业啦，所以他随机杀人后来才知道有这一些的问题那从郑捷的杀人事件，一直到有这些的疫情影响然后夫妻之间女友之间，然后透过这样的吵架彼此互砍，或者是有这一些的凶杀的案件，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因着情绪的管控不当，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就发泄。发泄叫找人发泄，不是找人的车子。你看有人就故意过去怎样就一排都遭殃。抓到他的时候说我的心情不好我就失业真的。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耶弗他，神拣选这个刚才短短的11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看到耶弗他的身世，他的内在，他的情况。我们看从他的家世来看，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世他的身世坎坷，然后呢，环境后来对他的影响，人对他的成见，对他的看法。你知道耶弗他可以成立在理直气壮，成立在什么？沉溺在他的负面的情绪吧。对我就是出生这样不好怎样？你又怎样？然后最后又成为帮派老大，你知道吗？对，一群无赖跟着他。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些的经文，你会想说：上帝你怎么会使用这个人呢？所以我们真的很有趣，就是说。从这边我们看到上帝那种超越性的拯救或是拣选你在想说，上帝怎么会使用我这个人？上帝怎么会使用那个张敬义牧师那种人？
对，以前是怎样，但是因为怎么样改变了，神怎么样使用它？今天你在思想说，神要使用我们吗？开玩笑，摩西刚开始也是一样啊，我没有口才，我没有什么样的才能。很多这些圣经上的人物，弟兄姐妹，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当牧师在找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部门在找你的时候，哎呀，我不行啊，我没有办法啊。我们要来认识，透过上帝超越性拯救，不是附带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耶夫他很可惜到最后面哦，很可惜哦。他在跟上帝的认识的过程当中不足，他没有认识到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所以后面做了一些的启示发誓，这些使他最爱的女儿独生女要付上代价了。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来看到我们自己环境会不会带来我们负面的情绪。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如果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的处理的话，这些苦毒就会占据我们的心就开始埋怨、怨恨，然后呢，可能做出无法收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是谁生的？妓女出身不好，家世不好，对不对？所以社会的观感，他的亲人、他的兄弟对他的看法，鄙视、不屑，最后怎样？赶他走。所以这个在当时的社会，还有在圣殿，在继承，他是不可以参与在那样的一个可能敬拜，或者是说有这一些的继承权他被亲人来弃绝。刚开始的经文有看到什么？他的父亲其他所生的儿子长大了，然后把他怎样逐出家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亲族之间这样的一个拒绝所以他内在有那种被拒绝你有没有被拒绝过你有没有在你的家族当中被排挤过你有没有被歧视过你那出身对不对？像我们的家世也不是很优雅我们就是然后小时候又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妈妈是当管会堂的管会堂比较好听但是讲比较不好听，说什么？做什么？做工友啦。所以人家对那种阶级就会有一些的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轻视所以人家会因为你的工作，可能因为你的出身，对你有一些的鄙视。我记得我的父亲他生产的工具，除了水电之外，就是那一台好像雅马哈的那个机车他刚买了一部新的机车然后晚上因为怕被偷嘛，对不对？就是牵到那个教室里面隔天那个幼稚园园长他就是执事，看的嘛是亲戚，你知道吗？隔天就换锁了，这样。所以我对我老爸来讲，哇，你们这些执事但是竟然连一个地方给我放摩托车都没有那么怜悯的心，这样所以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看到后来因为这些亲人的排挤，然后呢他被赶逐家园，最后呢他在头伯的地方，他成为了一个什么帮派老大，对不对？刚才的说一堆的无赖跟着他。其实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一些的匪类匪徒，其实另外有他一些的意思，就是一无所有或是空虚空虚的人，或是一无所有，被人看不起，好像无用之物这样。所以物以类聚，对不对？同病相怜，或是
他们有同样的这一些的背景，都是被拒绝、被弃绝、被轻视，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什么群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环境带来给他的，从家世、从社会的观感，还有呢亲人，最重要是亲人的排挤，赶出家门，表示他没有办法继承这些的产业，还有可能在敬拜的方面他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会有个人内在会有一些的影响。你想想有哪一些的事件影响你到现在你还放不下？你知道吗？刚才在用主祷文在祷告的时候，免我们的债，我们很喜欢，对不对？如同我们，你在念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啊？如同我们免了什么回应一下嘛，别人债有没有？我们一生过程当中，你活到现在，有被得罪的有没有？被伤害过的举手一下，有没有？有因为人的言语，有一些都没有嘛？哇，你很棒你知道吗？我们可能是遍体鳞伤，你知道吗？那自己要疗伤你要想想说，因为哪一件事件，那造成你的记忆在你的记忆里面，那件事件到现在还放不下的，有没有？可能有，从人来的、环境来的、亲友来的，特别是从亲友来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事件，所以开始就会有一些的不属神的信念，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情感，他为什么要弃绝我？就好像耶弗他，我为什么生长在这个家庭？为什么这些的兄弟对我同父，然后呢异母，至少有一些的血统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母亲的关系，因为轻看，所以会造成什么？可能后来有一些有罪性的或者是不健康的行为会被就抒发出来。所以这是在我们个人的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你想想，今天你为什么会有这内在情绪的不稳，或者是忧郁，或者是有这些的影响？你回想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一些的特别的事件伤害你？一个人的言语，或者是这一些的事件？弟兄姐妹，我在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到现在你还不舒服的时候，还会想起到某人的面孔，他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你还没有放下，你还没有去抒发你内在的一些的负面的情感情绪在捆锁着你。我们在做这些的内在医治祷告，我们常常会帮助弟兄姐妹先来想起，从什么时候几岁开始，你再想想有什么样的言语事件是影响到你，让你睡不着，让你放不下，让你像刚才那首诗歌，为什么忧闷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2章15节，来，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知道吗？这一些的事件可能会成为一个毒根，然后会影响，然后你气到什么日落，然后那个毒根就根深蒂固在你的灵里面，然后呢掌控你，一想到它就气有一些人因为这样气，然后就有什么伤害的动机，然后有行为会出来第一个就是你想想看，从耶弗他的身世，他的生活当中，他有没有被伤害？有，言语的伤害，被弃绝，所以内在会有那种失落。为什么不能够像其他的弟兄能够待在家里？为什么我会被赶出来？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从小就被弃绝，或者是在母胎
啊，我就要生男的，为什么又生出这个女的？对不对？有的父母就说：“啊，你的 gay 啦，你是多余的，你是不小心的，你是什么？”常常会想，你是一个什么？意外。弟兄姐妹，你是意外吗？如果你想说：“哦，对啊，我是意外。”你听了这些话，我是意外，我没有用，我是多余的，那就会影响到前面的路程。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内在的情绪。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人或是社会所附加的一些的成见，有没有？别人会品头论足，看你这个人，因为你的言行举止或者你的背景、你的身世，就开始会品头论足。哎，你这个人怎样？你怎么可以担任这个？你是怎样？所以社会对他的成见、对他的观感不好吗？妓女生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做什么？你知道那些长老要邀请他之前做了什么事？你有没有读刚才那段经文？你读到有没有什么感受？过去怎样排斥你啊？因为面对了一些的困境的时候，来了，你来帮助我了，你心里作何感想？怎样？过去嫌弃我、赶逐我，现在才要我来帮忙哦。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做？不要，不甩你，对不对？如果耶夫他那时候没有好好的控管那个情绪，我甩你哦，你们过去怎么样对我，我就以牙还牙，不会照顾你们，不会帮助你们。这是社会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成见，所以排斥他、排挤他、弃绝他，从别人附加的，这不是神要的。所以第二个，亲族对他，甚至在宗教性的礼仪上排斥他，对他的成见，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的身世，所以无辜啊，又不是他愿意，对不对？弟兄姐妹，有好多事情不是你愿意的，但是我们却活在那种宿命论，我就是这样，我一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字比较小了哦，但是我们大概看一下哦，在士师记的10章18节开始到后面哦，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那耶户他或者是他先跟母亲住，然后后来搬进父家。那从小你知道，从小就被鄙视、被讥笑、被排斥，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不错，就是他孔武有力了。他有这样的一个领袖的气质，他可能人不敢欺负他，但是言语行为在排斥他哦。那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许参加什么耶和华节庆的集会，所以他有敬畏的心呢。从他跟长老的对话，你有没有看出来？你们要我做领袖，除非怎样？除非怎样？上帝同意，对不对？这点还不错呢。他先寻求神。这些长老并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啦，看到他有力量嘛，对不对？虽然是黑帮老大，但是来帮助我们，可以吗？哦，他娶妻生女，直到父亲过世哦，遭到兄弟的排挤。好，那我们很快的看，长老怨恨过他，排斥过他哦，修理过他，或者是说他修理过这些的长老们的这个儿子哦，好，那后来他们因为他的家世、他的背景，所以排斥他，所以他只好带着妻儿然后呢到了陀伯地，然后变成无业游民，无赖，所以就抢啊，或者是收保护费，对，为士去市场来。说保护会啊，我保护你，然后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可能他做为士，然后比较好听说保镖嘛，对不对？我保护你哦。那这个我们看到亚门人不敢再骚扰他所以长老就怎样被长老来召回，因为他有他一定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帮派有时候政府有时候也要善用这一些的帮派，你知道吗？弟
第三个，我们来看很有趣的，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如果你再看11章的后面上帝的圣灵上帝的灵有没有降在他的身上？有呢，但是他不认识到这位神。虽然有圣灵的充满，但是信心不足。为什么要讲？他害怕失败，他想到用自己的方法、力量呢，你知道？所以他起了一个誓。照理说，我们看到前面这些士师，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些领袖，有上帝同在，有上帝的灵应许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大有信心，对。但这里圣灵与他同在。如果我们用我们角度，圣灵与你同在，但是你又害怕，然后又立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誓言内在的誓言。你知道他的内在誓言受了这一些的外邦人的影响，受了迦南人的影响，所以他立的是怎样？效法迦南人，献人为祭。所以他对上帝的心意，对上帝的话语不是很熟悉。因为你知道，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是不能够随意的使儿女惊火嘛。但是我们来看我们来读来，耶和华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什么？燔祭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把它烧掉，完全的烧掉，归于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看这样的启示是不是上帝要的？不是啊。所以我在想说，他因为内在的恐惧、担心、害怕，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要用利益式的交换。没想到出来是谁？他的独生女哎呀，真的是凄惨。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想想看，那个誓约，内在誓约我如果怎样，以后绝对怎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你如果认识这位神是怎样，我一起来。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想的，跟他想的，跟迦南人的宗教这些的偶像想的不一样但是他因为怕失败，他因为想要赢，所以他没有求问神，而是先有这样的一个立约。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有没有像这样？上帝，你如果给我怎样，我就给你怎样。这是好像过去我们在民间信仰里面这样的一个利益式的交换。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你要先求问神：你真的与我同在吗？如果与我同在，你的圣灵在增加我的信心。好，第四个就是不符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悲伤我们看士师记的11章的34到35节，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他回到米斯巴他自己家里，不料他已经有内在的誓言，这样的一个誓约，结果呢，他无论谁出来偏偏就时不时就他的女儿就跑出来女儿出来就他看了一下就什么？耶和华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表示极为痛苦不负他的期待。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如果不负你的期待，你有没有这样悲伤？我在休假的过程当中，我知道过去我心中有一位长老，他中风然后过世，是很棒的一个长老，很忠心，退休了还依然带小组。那我就在车上，我儿子开车嘛，反正这一趟我就很感谢主从头到尾都是大儿子开车终于可以享受
那我就跟师母坐在后面，我就打给这个长老娘，不知道怎么样讲哦。但是之前长老中风的时候，他就有打给我，刚好是我儿子要壮行礼拜的那一晚哦。那打给他，他讲了一句话：“牧师，我不是求了吗？怎么还有这种结果呢？不服期待。”一直悲伤，你知道他们感情非常好，两个住在101后，每一个礼拜周间，然后带小组哦。所以长老娘分享她内在的那种不舍，我不是祷告了，上帝怎么这样的结果？我真的不晓得怎样用人的言语来帮助她，来安慰她哦。然后师母在旁边一讲，长老娘哭，她也哭啊，我也开始啊眼眶泛泪哦，不舍，真的不舍。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祷告是不负你的期待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去面对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如何面对我们这些的情绪上的没有办法去控管的时候，你怎么办？上帝，你不是应许说要成就吗？但是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光景呢？第一个，我们要选择哦。当面对这些的苦毒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是为什么苦毒会生根结果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给他有空间。不饶恕，好，所以邪灵压制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伤害事件，然后进入到你的记忆，然后你开始有不属神的信念思想，我绝对会让它好看，我绝对要报仇，我绝对要怎样，因为它造成我的痛苦，它让我被拒绝，对，很多这一些的情侣就是这样，我被拒绝。分手之后就去杀他，所以这些邪灵就控管了，进入到人的灵里面。对他对不起你，你就对付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伤害就进入到你里面，然后你实际有这样的行动哦。如果没有做一些的处理的话，你看就被他影响了，然后就记恨了，甚至有人就做出了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哦。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怎么样在路加福音的4章18节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要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绝对饶恕不下。他太欺人太甚哦，伤害我。所以这个解决之道是在透过这一些的伤害事件记忆的当中，我们求神给我们。所以牧师会常常会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就是耶稣主前的祷告。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因为邪灵在掌控你，它带来就是偷杀毁坏，要破坏你。我们为什么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刚才说神的灵膏我，然后呢，叫被欺压的得释放。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灵如果邀请他，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第二个魂做我思想的主，因为思想会影响到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属神的思想，就会把那些不属神的，就是他伤害我，我要回报他。君子报仇怎样？3年不晚，对不对？等着你给我等到，如果等到我有机会，你就试试看。但神告诉我们，甚至耶稣今天受难日、受难周啊，进入到受难周。等一下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他被伤害、被欺负了，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他怎么说？为什么要看耶稣？
为什么要仰望耶稣？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放不下。所以那个健康的情感，求神给我们思想健康的情感，那些仇恨用饶恕来代替呀。如果你不饶恕，等一下我们来看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效果哦。所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如何让上帝来帮助你哦？第一个，刚才讲饶恕啊，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所以我们在用主导文在祷告，免我们的债，下面我的辜负，亲像我要下面过问了。赦免我们的债，或者是亏欠。那在这边我们看到颠倒过来，如果你跟谁不和好，还没有和好，你就先放下什么礼物，然后去和好，之后再回来，我才收。这表示什么？这是相关性的相关联影响哦。所以你们要饶恕，天父才饶恕。所以我们要先去做，不然那种医治就不下来。然后再来，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哇，这个很严重了。所以你不要只讲我不饶恕他，直接会影响到你要不要让上帝饶恕。很多人因为这样生病了，结果因为赦免饶恕了，他的病好了，很奇妙啊。特别是有一些的妇女的疾病哦。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耶稣在什么情况讲这句话？弟兄姐妹，他正在痛苦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之前他可以选择祷告说：“父啊，若这个杯可以怎样除掉，挪开，除掉好不好？”但是呢，后面那句话才关键，照你的心意，不是照我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耶稣做了一个什么？在十字架上饶恕啊，赦免，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哦，通常我们在带弟兄姐妹做这样祷告，你也可以自己做好吗？哦，主耶稣，我要用你的爱来爱某某，然后我愿意在这世上饶恕他、赦免他，因为他言语伤害我，或者什么样的行为伤害我。就好像耶稣他如果做这样祷告，然后饶恕他的弟兄，排斥他，赶他出门，所以导致他怎样？后来走上黑道之路，很多是因为这样。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认罪啊！可能在当下我有一些的血气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罪吗？有，我们可能血气一上来，有思想那种不属神的思想，有一天我就给你好看，卖花修度，对不对？有遇到，我一定要把你干掉，我要把你怎样？那种不属神的思想就会在你里面。一起来念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所以为什么要认罪？是帮助我们把内在这些的不属神的情感把它除掉，因为免得生根发芽，然后做出让你不可收拾的后果。第三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悔改。悔改我们来看耶稣出来，然后施洗约翰出来，耶稣出来，然后说什么？一起来。从那时候，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当初有这样的念头，或者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想要做出不属神的行为，所以求你赦免我，愿意现在回转，我愿意来赦免这一个人。
第4个我们来看弃绝。我弃绝这一些的苦毒，在我的生命当中来生根发芽。我要把这一些的影响我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一些的毒根要把它除掉。我们一起来推倒那阻碍别人认识上帝的每一种高傲的言论。我们要掠取每一个人的心思来归顺基督。其实有其他翻译，就是把那些的毒根，把那些的影响你的，奉耶稣的名我弃绝，或者是说他做了这些的内在的誓言，我奉耶稣的名来弃绝我与这些偶像所立的约。当我们在带领这些的慕道友、民间中的信仰的人，我们做了这一些的祷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过去有跟这些神明偶像立约，你知道吗？父母为我们的立约，然后我小时候做过观音妈 K 囝，那种立约耶稣，我奉你名来弃绝取消。如果他懂得这样做，他的女儿就不用牺牲了，你知道吗？耶和他，对他想说，上帝一定是这样，所以我立约了，我一定要照这样做嘛。但是他不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不许人家这样做了。他是用迦南这样宗教的思想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他今天认识到这位耶和华上帝，我想不至于后面有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结果。对，所以生命的恢复需要这4项。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你可以自己做，或者是需要牧者帮助你。在第1个、第2个、第3、第4个，就是第1个饶恕，才能够帮助你除掉后面的这些的成见。不然的话，这一些的思想毒根就在你里面掌控你，你快乐不起来，你高兴不起来。所以饶恕，我用主的爱来爱这某某人，虽然他伤害我，我愿意饶恕他。我承认主啊，我当时候有不好的念头，想要对付他，那种想法，我现在悔改，求主来帮助我把这些的思想除掉。我弃绝一切从邪灵来，或者这些的掌控，或者是所立的约，我奉耶稣名来取消，帮助我能够恢复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可以做这样。你知道，如果前面有做这样，后面才能够怎样做这一些的放下的动作，不然你永远放不下。我们一起来，我们既有这些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弟兄姐妹，有这些见证人，为什么这些见证我们很可以激励人心？弟兄姐妹的见证可以激励你，他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试试看，我尝试靠主给你的力量，我放下他对我的伤害，我愿意饶恕他，然后摆脱那些缠累我们的罪。第3个，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是足够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你的困境，胜过你的挑战。耶弗他很可惜，在这件事上，耶和华的灵有充满他，但是呢，前面他让他经过，对，他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圣灵与他同在，然后他能够怎样能够去跟这些亚门人对谈。不然以他的个性，以他黑帮的老大，我直接就杠上了，对。我们来读来，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同样的面纱还没有揭去，因为这面纱在基督里才被废去。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面纱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何时归向主，面纱就何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除掉那个自以为是、认为用律法可以得救，或是有一些的观感、一个想法。求主来帮助我们哦。最后一个就是让放手，然后让上帝来接受哦。约伯他就是愿意这样做，然后呢，上帝接受，才有后来不一样的结局哦。我们一起来念来：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神有神的时候哦，弟兄姐妹，让上帝来接手，不要用你的手要来成就做什么。饶恕，求神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的属性哦，他是公义慈爱哦，他不使儿女经火，所以他这种内在的誓言是神不喜悦的，才会造成后面独生你要付上代价的结果。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哦，圣灵与你同在，你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胜过这些仇恨，胜过这些忧郁，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主啊，帮助我，你的圣灵与我同在，胜过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当你要演起来，当你要仇恨起来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主啊，你想到这个饶恕，然后呢，认罪、悔改、弃绝。当你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为你负责，神为你伸冤，神来帮助你。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的哦。弟兄姐妹，仰望神哦。这首诗歌很棒哦，他在提醒我们心啊，为什么忧闷？有没有交托神，你来帮助我？一起来。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仰望他，我救的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大，再次重新得力。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来，仰望他，我救的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大，再次重新得力。仰望他，我救的力量。谢谢主，主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大，再次重新得力。耶路。
更多弟兄姐妹更多来赞美他。再来，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弟兄姐妹，你的心正忧闷吗？为了哪一件事在忧闷？为了哪一件事在愁苦？圣灵要对我们说：你的心啊，为何忧闷？你应当仰望，你应当交托，将你的难事交托给那位成就万事的主。弟兄姐妹，神的灵在提醒我们，透过耶弗他。他没有全然的信靠，他这样的人，神来使用他。你呢？神也要使用你。不要看你的自己出身环境，别人对你的看法，要看神怎么样对你的看法。主，谢谢你。我们面对这些外在的事物，人的看法，我们心里忧闷。我们有这些不好的情绪，不好的不属神的想法。奉耶稣的名，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帮助我们除掉、弃绝这些不属神的思想、情感，给我们有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盼望。谢谢耶稣帮助我们。何时靠你，在软弱当中，我就何时刚强站立。谢谢耶稣，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让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灵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昼夜思想你的话语，好叫我们不离开你恩典的道路。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除去我们的罪性，除去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软弱。天父上帝，你继续用你永不改变阿嘎培的爱来爱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生的，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你都爱我们。主圣灵，求你提醒我们，有你的灵同在，我们就要得释放，得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万大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仰望他我将如鹰展翅上腾，我刚强壮大，再次重新得力。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我的神。我
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这位听我们祷告的神。请坐，我们的礼拜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